本港銀行按揭戰越趨白熱化，繼早前大行接連推出定息產品兼調高現金回贈之後，中小型銀行亦都出招反擊。有物業顧問話，美息嘅走勢未明之下，中小行難以跟隨大行以定按低息吸客。調高回贈係維持市佔率嘅做法之一，但受制資金成本壓力，相信下半年回贈上調空間有限。而家已經踏入咗第三季㗎啦，隨住咧佢哋嘅業績可能開始可以達到標啦，又或者係資金成本開始去到臨界點，即係話可能美國真係再進一步加息嘅話咧，個回贈或者係甚至定息咧，亦都會收緊咗㗎啦。大行陸陸續續個定息優惠咧，都預期係會終結嘅，有一啲可能佢會去到7月底啦。相對嚟講，中小行咧其實就未必話需要去到一個非常之高嘅回贈咧，去同呢個大行去再做一個比較。